是乐乐，爱订我的频道哦。台湾新闻故事，南投日月潭。王阿姐，王阿姐，乐乐，啥物代志才着急啊？看你走甲大粒汗细粒汗。我甲你讲哦，阮爸爸妈妈要去借大的湖收水哦，借大，非常大哦。真大的湖？恁爸爸妈妈哪会去真大的湖收水咧？迄是一个活动哦，你看。哦，乐乐，迄是日月潭啦。日月潭毋是湖，湖较大，潭较深。哦，原来是日月潭哦。王阿姐，就问一下，日月潭伫倒啊？爸爸妈妈敢若讲开车爱开真久。日月潭伫咧南投，南投伫台湾的正中央，是台湾唯一一个无挖海的县市哦。县内有真侪山，日月潭真水，伊有一个美丽传说故事。乐乐，敢有想要听？好啊，王阿姐，我想要听故事。听讲日月潭是小族发现的，真久之前，小族有一个祖先叫做佩达木。有一天，佩达木为着入要来的祖灵祭典，带伊的族人准备要去拍蜡，希望会当拍到真侪物件转来。迄工具若有起角的、乱的，拢会整理好哦。搁有会当点火器具，唔通放袂记。咱会出去介济工，伫山顶过暝，袂当无火。你戆神啥？赶紧去准备啊！你拄则咧想啥哈？一直讲我笑。我想着要去拍蜡，着足欢喜的呢。我已经练习足久啊，一届一定会当拍着真侪野兽。我看你困懵困卖面梦，山顶看到你，全部拢飞起来呀！你甲我笑，哼！你的警察钱咧，你连钱拢无砸，搁甲我笑，赶紧去摕啦！一讲到拍蜡，族内的少年人随个拢想要点骹手，就连迄阵蜡片，拢嘛冲甲走来走去呢。拍蜡日子总算要到啊！咱来出发。小族人伫山顶找几若工，煞拢无收成。敢若野兽拢知影因要来啊，全部拢密起来啊！做伙去的人拢真失望，但是为着祭典，佩达木决定。我知影大家拢忝啊，咱早的粮食嘛要食了啊。但是为着祖灵祭典，为着部落，咱还振作起来。相信祖灵会看到咱的拍拼，会当甲咱斗相共，找到目标。对，咱莫切心。对，唔通放弃。过当天早起，大家要是咧山顶埋伏，熊蜡犬一直叫袂停。有野兽！大家紧来哦！紧对好桥，莫对甲碰去。是一只白色的鹿呢。安呢？你cứ戇神是咧做啥呐？唔着紧对。哇，我毋捌看过这么水的鹿。小等我来啦！小组拍来人伫山顶尽全力走喐，但是奇怪的是，白鹿并无走了真紧，但是大概因伫要捉到的时阵，白鹿就跑唔去。不哩个，就伫因想要放弃的时阵，白鹿煞个熊出现。走咧，因离家己的部落愈来愈远啊！这个山林甲因故乡完全无同。佩达木烦恼大家会行唔知路，沿路做记号，一天搁一天，一暝搁一暝，一直到一天，大家约甲嘴焦，添甲一句话拢讲袂出来的时阵，头前的白鹿越过一个大弯。因眼前熊跳出一片美丽潭水。这是什么所在啊？哇，足水的呢！白鹿！伊跳入去水内底啊！什么？洞？唔对呢，敢若无洞的声音。但是白鹿就伫因面头前跳入去水底，神奇的消息啦！
咱约遮久，也是互白鹿走去啊！哎呀，白鹿哪会安尼就跳去水内底啊？这实在足奇怪。咱一只等一下，反正等下白鹿会阁跳出来。拍来的人坐伫边仔休困，因实在伤忝啊。遮个树仔真济，休困的时阵有风咧吹，真舒适。而且佩达木阁发现潭内底有真济足济足肥的鱼仔呢！咱伫山顶逐工食山猪，凡说会当来掠鱼哦。咱掠寡鱼啊，回去互祖灵。嘿啊，安尼回去就袂两手空空啊！这鱼啊，足好食的。大家，咱下暗就伫遮休困，明仔透早就回去部落。迄天暗时，佩达木做一个梦。拍达无？哦，你是啥人？你敢袂真的我啊？是我啊，我就是恁内属的迄只白鹿。白鹿。拍达无？你看，遮有山有水，有野兽通拍，阁有肥嫩的鱼仔通掠。湖边的白布，阁会当种田。你转去带族人来遮过生活，恁的部落通伫遮食好、穿好，人数会豆豆增加。白鹿啊！原来是祖灵带阮来遮的哦，多谢祖灵。过当天早起，佩达木甲大家讲这个梦。大家虽然惊一条，毋过真欢喜，要转去甲族人讲这个好消息。因对佩达木沿路做的记号，平安转去到部落，佮甲白鹿的消息讲互大家知。后来，因就甲规个部落搬到这个水潭边仔定居。这个水潭就是即卖日月潭。大家若是去日月潭，会当找到一条土钉仔步道，遐就是当年白鹿跳入去水底所在哦。白鹿真牛，甲头族族人斗相共，找到新的所在大，阁有遮侪动物通掠。所以小族族人真感谢因的祖灵，才会遮看重当年的祖灵祭典哦。等爸爸妈妈收水煞，我要好好欣赏日月潭。露露，日月潭真大哦，你是爱有充足的体力，才有可能行日月潭一年哦。对吼，我的爸爸妈妈阁要收过去，有影是足厉害的。对啊，因敢会收咧去拄着白鹿，嘿嘿嘿。有可能哦。即摆日月潭阁是一个重要的水库，遮大片的潭水运用科技技术来发电，嘛会当提供农业，阁有生活用水哦。日月潭足厉害的，毋那头族族人需要伊，即摆的人阁较需要伊。但是王阿姐，安尼行来行去，干那水，干那有淡薄啊。露露，去南投若是干那去日月潭啊，安尼就伤可惜啊！恁会使去鹿谷啉茶，去集坐小火车，搁通去农场看绵游表演，好好享受被山林包围的空气哦。无问题，多谢王阿姐。小朋友，你若嘛是有去日月潭，也是南投其他的景点佚佗，欢迎你写批寄相片甲我分享哦。再会。多谢你的收看。如果你介意我，介意小行星，即阵乐乐 TV 有专属的优惠哦。订小行星杂志，你就通看到搁较侪阮的故事。通到资讯栏看搁较侪资讯，嘛莫忘记你爱订我的频道哦。哈哈哈哈。